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6月18日，有一天，我必须。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路得记3章1到2节。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耶利米书17章7到8节。专心信靠我的，这种人多么有福！他像栽种在溪旁的树，树根深入水中，不怕旱灾热浪，树叶常青，不断结出果子。我们是不是小时候常常出门的时候会被爸爸或妈妈叮咛说，听我说，你不跟好就把你丢掉。我们所受到的惊吓，可能到长大，甚至我们自己当了父母以后，我们仍然会重复这样的话。也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有许多的焦虑有许多埋在心里的害怕，其实跟着我们一起长大。即便我们已经真的长大了，也不怕走丢了，我们的孩子也长大了，但是我们的心却仍然像内在的孩子一样。当我们不断在等候，尤其是我们有那个确据，有那个应许，我们好像也尝到那个滋味，我们知道了，好像我们需要全然信靠主，但就在我们等了1天、2天、3天、4天、5个月、5年。从昨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路得记，一个所谓的新住民的年轻的寡妇，为着对年迈的婆婆的爱，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以及自己后半生的幸福，跟着婆婆拿俄米回到自己的故乡，也愿意跟随自己的婆婆拿俄美的上帝。当拿俄美仍然还在那个悲伤中、哀叹中，埋怨上帝，埋怨自己生命不够美，自己是苦命的人时，这位年轻的寡妇路得正视了他们的情况是需要被解决，于是她提出跟婆婆说，容我到田里去。就这么一天，当她到田里，神的介入就让他们的亲属波阿斯是一个地主，而路得正在他这个亲属的地主里工作捡拾穗，这是人家在收割掉在地上的。这些食物是可以吃，但做起来非常的辛苦。远远站着的波阿斯看到大家耳朵中所传言的这一位女子是这么让人敬佩，所以他也伸出手邀请，他就在他田地里捡这些让他们赖以为生的这些食物食穗。这样的应许还有进展，就是进一步的让他能够尝到那个滋味，就是也把饼跟水给他。虽然这个路得新住民很惊奇，也很赞叹，但他真的是蒙了恩惠。而就在他回家，满满的恩典带回家，以那时候的人，可能是很多，一个人可能1个月以上的食物，他1天中就扛回家。他的婆婆拿俄美真的惊讶了。早上出去的时候，她还没有精神，她的婆婆还没有精神，还没有给她任何的警告，但就在她晚上回来，发现她的媳妇路得就在她的亲属，她先生的亲属的田里，她眼睛一亮了，精神都来了，
是啊，他赞美这位上帝，这位上帝是使人活人的上帝，是使他们的生命可以翻转的上帝呀！哇，他也转变了，及时的悔改，而他也告诉了他的媳妇，我们不要再乱跑，我们就等着，我们有信心等着这位上帝，爱我们的上帝为我们开路吧。但亲爱的大家，从昨天的经文我们知道他们等可能几周哦，可能4周、6周到8周，从小麦到大麦都已经收割完成，但是一切都静悄悄。我们有过这样经验吗？我们很急耶，我们记得吗？主，你不是曾经跟我说吗？你要应许给我的吗？我在祷告中我不是经历吗？某某某他不是也从圣经里甚至我自己得着这个应许吗？听我说，主啊，就是今天晚上，就是现在，我来出手。主啊，你要我，你启动我，我们要一起同工，不是吗？你要与我同在，不是吗？亲爱的大家，是啊，神要我们全然信靠，真的就是全然信靠哦。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第3章，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一开始说，有一天拿俄美对路得说，女儿，我必须替你找个丈夫，好使你有个归宿。记得波阿斯是我们的亲族吗？你曾经跟他的女工一起工作。听我说，今晚他会在禾场上播麦子。是啊，我们的拿俄米呀，心里有一个计划啦，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出、听得出，他要说服他的年轻的媳妇，也是寡妇，要听他说，要照着他所计划来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全然的信靠有时候我们是需要等待的哦，要专心信靠神哦。今天的经文耶利米祷告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有福的人，我们要专心信靠主，专心，不要三心二意，还想到自己的办法，没有。他应许我们有福的人，我们要像栽在溪水旁啊。我们树叶常青，我们的果实也会常常结，按时结果实。所以有时候树叶常青，我们有喜乐的心等待那果实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我们是需要等待的哦。主的爱围绕我们，纵使我们面对苦难，我们也不会丧胆，因我们的主使我们心得平安啊，使我们不陷在那绝望中，好不好？我们全心来信靠他。或许我们会这样默想，主啊，记得吗？你曾经说，主啊，你听我说，今天晚上我就要，因为你不是要我们跟你同工吗？主啊，我们也要来想想办法，我们不能颓废，我们要积极的等待。积极的等待不是我们随便出手，乃是我们透过读经、祷告、信靠他的带领来开路，因为他的爱就要带领我们。哈利路亚！今天早上，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来敬拜耶稣，让耶稣的爱来触摸我们，感动我们的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
我们欢迎你，耶稣。我虽面对苦难，却不丧胆，因你是我心肠的享平安。我虽遭遇患难，却不绝望，因你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虽经历试炼，仍有盼望，你对我的应许给我力量。我虽面对挑战，心仍坚强，因你赐下胜利，使我心更勇敢。我心渴慕你，生命救主，吸引我靠近，引导我脚步，将我隐藏在你隐秘处。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我心依靠你，复活救主。虽软弱无力，神灵帮助，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你的爱引领我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的爱，使我们在绝望中有盼望。是你的爱，使我们被你吸引。我们随着你的脚步，随着你的引导。是你的爱，使我们生命得坚固。我们心来依靠你，因为你是复活的救主，在你手中没有死亡这件事。主，因为在你手中，我们仍然有那永恒永生的盼望。你的爱引领我们的道路，你是我们的力量，信心的盼望。我们要定睛仰望你，仰望你的荣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都活在主的爱，让主来引领我们的脚步，活出那个盼望，活出力量，活出主的荣光。我们明天见。